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20，旧历的4月初9，礼拜4。后来今仔日确诊的本土病例286例，有1个人死亡。这6天来，本土病例已经飙破到1500例。另外，到今仔日为止，全台湾有10间病院，总共43个医护人员甲病患确诊来获着病毒。今仔日新闻一开始，咱就先来看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。今仔日是来增加到295例确诊的病例，9例是境外散入，本土病例是286例，女性131个，男性755个，年龄是未满5岁到90几岁。咱就来看这张图，这个台北市有87例，也是艋舺占上多40例，新北市有157例。中和区上多有40例，另外这个桃园17例，宜兰8例，彰化6例，嘉南5例，高雄甲台中拢2例，新竹市甲云林拢1例。